台湾原生种的蛇头鸭，这食骨展开有20-30公分遐大只，是台湾上界大只鸭。也因为天敌真多，加上环境开发，即马数量是愈来愈少啊。中华有一大生态园区10年前开始投入保育，营造适合这蛇头鸭生态环境。在今年头一批的蛇头鸭也已经成功孵化了。 一群人为了看这只用要比人的面搁较大鸭，有人是头摆看到，嘛有民众表示，细汉的时四界拢有。今日看头一遍看到，感觉真新奇。真卡捌看过，啊，不过你即马吼，因为环境的变迁吼，这种鸭吼，真正足罕你看到。哦，我细汉捌看过，伊拢会汤包里面顶的，那个化蛹都在那个树上。 花语学名叫做黄耳鸭，因为食骨的图样看起来若蛇头，佮叫蛇头鸭。地方嘛有人叫蝙蝠鸭。因过伫中华八卦山定定看到，但是因为天敌多，加上环境开发，即阵数量愈来愈少。有一搭生态园区10年前开始种蛇头鸭，假意食的公母树、加冬树，成功生蛇头鸭来才生态。 这个蝙蝠鸭吼，因为对农作物无害啦吼，啊，过来呢，伊是一个爱非常清气的，啊，佮无污染的这个环境，伊才法度生存。啊，八卦山本来就是伊一个真好的一个栖地，啊，所以呢，阮即马花水呢，周遭呢，我嘛希望讲。 好好去甲伊安尼服育，互伊安尼好好这数量慢慢来增加。园区表示，台湾原生种的蛇头鸭是个天开有20-30公分，是台湾上大只鸭。因除了营造适合蛇头鸭生态环境，嘛和县府合作种济台湾原生的树仔，有赤叶桂英、大头茶、黄连木等等，希望园区正做环境教育甲育种的重要基地。记者杨淑晴，中华报道。